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齐莹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社会新闻。来讲3年前的围路梅桃园这个龙潭往假日规划的团圆，却变成规世人的疼。伊这个往假上个细汉的小弟53岁，这个王仁贤将事先传火汽油伫厝后厝前内外拢总破。等厝内人伫围炉的时呢，点火夺走6个亲人的性命，事后完全无后悔意思，甚至佫放条讲啊，若是有轮回，佫要杀害厝内人10几摆。最高法院认定讲，伊犯行人神共愤，天理国法难容，真罕见判决王仁贤死刑确定。这是最近2年来头一件被判死刑确定的个案。而视为理所当然。小心！你完全没有悔意啊？没有，完全无后悔意思。伫围炉暝放火烧死，正伫围炉的老爸老母甲亲戚朋友6条人命。往家上细汉，这个王仁贤3摆被判死刑，最高法院日自为判决，依照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的罪名，当判以死刑确定。符合人民的判决，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执行？像这种穷凶恶极的人，早就应该拉出去枪毙的。这嘛是台湾最近2年来头一件判死刑确定的个案。最高法院认为讲王仁贤义无破汽油放火行动无差别的杀人，手段粗残，人神共愤，天理国法难容，符合2公约上界严重的犯罪。除了判王仁贤死刑以外，无其他的选定。你口口声声讲要司法改革，你有符合这个叫做什么公平正义吗？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还是去养这些败类，像我弟弟他还健保费还来催缴我们了。伤害已经造成啊，父母亲人拢无可能阁转来，烧烫伤的婚戒嘛无可能无免。会事联盟认为，死刑确定的个案，就要等到看到判决书的内容，才有做评论。